位於12校網嘅天后同大坑兩房供應量亦都係有唔少。不過如果你要兩房得嚟有2個浴室嘅話，咁就非常之罕有啦。我哋今日嚟到星華平靜嘅社區，旁邊就係繁華嘅鬧市。今日我嚟到大坑嘅星華，參觀一個僅存嘅2房單位。而呢個單位有特別之處係我擁有2個浴室。單位實用612尺，客飯廳係長方形嘅設計。由於樓底亦都相對之高，所以有唔錯嘅空間感。而露台嘅部分主要都係望返城市景，仲可以望到銅鑼灣嘅地標中央圖書館。廚房係曲澤型嘅設計，雙門嘅雪櫃，再加上電磁爐。嚟到第一間房，開則上亦都相對之方正。由於有窗台嘅部分，可以善用埋窗台嘅空間。浴室係乾濕分離嘅淋浴間，喺裝飾上亦都非常之華麗。嚟到主人套房，開則相對方正，同樣都可以善用埋窗台嘅位置。而主人浴室嘅部分係若干嘅設計，加上有活動窗，增加返空氣嘅流通。而洗手盆旁邊亦都係鏡櫃，增加返收納空間。影片就翻到呢度啦，如果有興趣，不妨聯絡我啦。